震动，请奏乐。恁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捌伊。伊要指点你的路，毋通家己看做智慧。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事，这会互你的身躯勇健，润贴你的筋骨。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歹势，咱来读使徒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第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圣诗的后壁面第1105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要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偌尔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吗？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同心来感谢，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稳定甲平安，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拢无拄着恶担当的事。虽然今仔日有风台天，总是你保守阮，伫阮桃园地区无风无雨，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殿里来遮敬拜你。求你这时点阮安静阮的心，阮用敬虔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特别求拜上帝你圣神充满伫阮所敬虔的五牧师身上，互伊会当对你顶面来，所要教示阮的透放你的信息，来帮助阮，来造就阮，来勇行阮。求拜上帝你圣神亲自做工，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免。咱这时来看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1章57节到66节，第2位要对76节到80节。国语和合本圣经第77页，白话语圣经是第64页。来显开，我来念。伊丽莎白生产的期已经到，就生囝。厝边亲情听见主大人命令，就甲伊三角欢喜。到第8日，因来要甲婴仔行割礼，爱照伊的老爸的名，互伊做撒加利亚。伊的老母应讲无咧，就名伊做约翰。因就对伊讲：
你的亲情中无人号即个名。稍等哈。好，来对第62节开始。因就比意思讲，问伊的老爸，爱甲伊号啥物名？63节，伊的老爸讨写字的板写讲，伊的名是约翰，大家奇怪。撒加利亚的喙念咪开，枝也透，就讲话来侮辱上帝。四围徛起的人拢惊。这一切话，遍遍播扬伫犹太的山顶。听见的人拢将这事放伫心内，讲：安尼，这个婴仔将来怎样？因为主的手甲伊指地。咱要对76节搁开始。婴仔，你也要称作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备办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着下罪，就知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这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婴仔渐渐大。心神日日勇行，踮伫旷野，到显明伫以色列的日。这时请圣歌队来赞美，伊今仔日所要赞美的哈利路亚，我的我主。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伫昨昏伫小会的赖群组内底，阮有做真侪讨论，咧讨论着讲，到底今仔日是毋是爱请大家拢留伫厝里就好。有真侪烦恼，也有真侪祈祷。阮上大的烦恼当然是烦恼大家来伫早起时，佮出门，行风大雨大，造成大家的危险。这是小会长老也是牧师上毋愿看见的代志。不过后来，阮就做一个决定，讲无咱来看即个暗时桃园市长、桃园市政府所公布的，假使桃园市若安尼决定，若安尼，咱就安尼决定。个人无毋对，昨昏就照即个桃园市所公布的，毋是表示桃园市政府较厉害无，毋是吼，是因会当接收到的资讯 information 搁较侪，所以会当做较侪较好的判断，可能比咱会当接收到的这个 information 可能较侪，所以就较有法度做出应变。个人伫早起时，阮就真感觉真好势，因为早起时爬起来的时阵，就紧张咧看窗外是毋是风雨真大吼。结果无拍算，无风无雨，阁有一点仔日头。咱早起时有看到日头无？小看一点仔日头，所以看到安尼，就感觉讲，确实无毋对。上帝赏赐，上帝赏赐咱平安。咱今仔日会当做伙做礼拜，是上帝所赏赐的福气。上时咱嘛袂当感觉讲安尼好加载，多过一命。咱其实咱爱为着台湾，特别是即边风台，阁有人伫风台内底求上帝赏赐台湾，求上帝赏赐互风台无致到。互更较侪人产生危险、加麻烦，求上帝赏赐平安。愿上帝平安，真正甲咱做伙伫地，不管咱来到现场，或是伫线顶，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永远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中日教会陈克安牧师是台亚，伊是原住民泰雅尔族，伊的原住民的名叫做亚萨拉侯拉。当咱看到台亚的名的时阵，当然逐族拢无共款，伫台湾逐族拢无共款，总是若是台亚的名，咱就会当对伊的名。看到伊的老爸的名，所以亚萨拉是陈克安牧师的名，侯拉是伊的老爸的名。所以当咱讲伊的全名叫做亚萨拉侯拉，就表示咱已经知影伊的老爸是啥物名。假使咱若开车行北部横贯公路，往拉拉山。要对迄个拉拉山去，过罗湖这个所在，就会来到一个真水的所在，叫做高坡。这个所在现在有一个火辣的营地，迄个所在就是陈克安牧师当中日教会当牧师的厝。伫创世纪第2章第20节，咱有读到一项代志。上帝话咧对咱讲，当上帝用土来做逐项的动物，甲即个空中的飞鸟的时，将这个拢带到人的面前，互伊来号名。伫圣经中真侪传统的圣经解说，拢会误解讲，认为号名这个动作。就是表示我有管辖，就是管理
的迄个悬。事实上，咱若好好读圣经上帝的话，号名只是单纯表达一项代志，就是我甲你有关系，我甲号名的对象有关系。上时也表达一项代志，我号名表示我对你的期待，安尼尔点。所以咱爱千万会记住，咱若有迄个号人的名会悬，并无代表咱管合伊、管理伊，只是表示我甲你有关系，安尼尔点。所以咱若转去读创世纪第2章20节就知，这个号名只是表达一项代志，就是人甲万物有关系。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圣经，其实嘛是一个号名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章57节到58节，圣经安尼对咱讲，互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吼。伊丽莎白生产的期已经到，就生囝。厝边亲情听见主大人民伊，就甲伊三角欢喜。约翰出世，厝边亲情拢做伙来欢喜快乐，就亲像阮伫线顶的祈祷会幸福小组内底，阮对8月份开始就为着嘉文的大产以及生产顺利，到伊将伊的囡仔生落来，阮做伙伫迄个过程来欢喜快乐。当然，年老的伊丽莎白，伊生囝，伫当时的亲人朋友，包括因家己，拢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既然发生，当然会欢喜。咱阁对这个描述内底读到另外一项代志，这个欢喜，咱会知影过去伫庄脚内底，伫古早的社会内底，一家的喜事。毋是即家尔，是迄个规个庄社拢做伙欢喜。上时一家的个别式丧事嘛是共款，是规个庄头拢做伙来捐迄个棺柴。我伫过去伫庄脚牧会时阵，就做伙经历着这项代志。总是，所以无亲像今仔日哦，今仔日恁兜生囝对无？一家欢喜尔。过去毋是安尼，咱读到这个，咱就读到迄个情景，迄个是规个庄社亲人做伙欢喜、单纯的快乐。路加福音第1章59节刷落去，咱阁读到到第8日，因来要甲婴仔行甲礼，爱照伊的老爸名，号伊做撒加利亚。照阿伯拉罕的传统，为这个婴仔行甲礼，行甲礼是一个做伫肉体顶头的记号。上时事实上有另外一个真要紧的意义，就是甲上帝立约。换一句话来讲，行甲礼是表明这个囡仔对即时开始，甲上帝有关系。上时照犹太人的传统，是看这个囡仔做应允的囝儿。事实上，照当时的例，咱有读到，是这嘛是为着这个囡仔号名的时阵，当人要照当时的惯例，为着这个囡仔号名，互伊叫做撒加利亚的时阵。大声就是伊的老母出来讲，小等一下。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60节到61节，咱读到这个描述，咱做伙来读这个描述，做伙来读来。伊的老母应讲，无啦，就名伊做约翰。因就对伊讲，你的亲情中无人号这个名，号名表示有关系对无？
问题是号这个名，甲恁拢完全无关系。号这个名表示甲恁拢完全无关系，是安怎？当然边仔的人会好嫌好奇，是安那恁要号一个完全甲恁无关系的名，所以因就挖心去问伊的老爸。咱阁刷落去看到62节到6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就比意思问伊的老爸，爱甲伊号啥物名？伊的老爸讨写字的板写讲，伊的名是约翰。大家奇怪，约翰这个原文的意思叫做上帝是听，互人所听的迄位。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上帝是人子的。当咱咧定义现代人的身份的时阵，咱若去到倒要验明你是啥物人的时阵，通常拢讲无你身份证摕出来，你驾照摕出来，就亲像现在咱若去病院，伊爱咱看记者爱看健保卡。现代人有可能甚至未来连手机拢会当验明你是啥物人，拢是过去咧。伫古早时代，无任何的物件，身躯无任何物件会当证明我是啥物人。所以，因会根据几项代志，头一项是根据你倒搭出世的，就亲像有时阵咱会伫圣经内底称耶稣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咱爱知过去的时代内底，耶稣伫真侪所在拢有，所以咱讲拿撒勒人耶稣，意思是啥物货？是讲迄个伫拿撒勒出世、常时伫遮生活的耶稣。另外，就亲像路加咧介绍伊的学生，主耶稣的学生，有时阵路加会讲阿列菲的囝雅各，甲称做西罗底的西门。实际上，若毋是根据伊的老爸，就是要捌伊的囝，就是讲伊的老爸是啥物人。若无，就会看伊是属伫迄个社会啥物款的群体。西罗底用另外一个翻译，会当翻译做革命党。换一句话来讲，就亲像革命党，就亲像法利赛人。用安尼属伫社会顶头的群体来捌这个人，总是约翰这个名，甲伊的老爸老母完全无关系，甲伊的迄个装车的人完全无关系名。既然伊的老爸老母拢讲这个囡仔的名就叫做约翰，那安尼搁较互人戆影的是刷落来要发生的代志。路加福音第1章64节到6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撒迦利亚的嘴两边开，指亚透就讲话来学了上帝。四围徛起的人拢惊，这个一切话片片播扬伫犹太的山地。伫圣殿服侍的时阵，撒迦利亚变下教，相信伊回去了，当伊出圣殿的时阵，众人拢已经懵影，所以这项代志必然已经传到因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当撒迦利亚讲袂出来对无？伊规气用写的，这个囡仔的名叫约翰，写了随会讲话。神学家咧要撒迦利亚伫圣殿咧做啥？讲推测伊有可能是属伫利未人的支族，所以伊伫圣殿内底是唱圣歌队，所以撒迦利亚是唱圣歌队。一个会晓做圣歌队工作的人，变下教斗法度吟，无法度。
换一句话来讲，当伊变下到了后，伊完全无法度继续做工。当伊透过写讲出上帝的作为，约翰就是啥物货？上帝的人子啊！见证上帝的作为，学了上帝的作为了后，伊随喙开指头，然后一个开喙就学了上帝。这互听见的人、见证的人拢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伊所做的代志。伊所做超过咱的想象，伊所做，互咱原本的理解完全倒变。伊要互咱的眼光对过去我重新来看见新的，无互制度甲传统的捆绑。伊要反转，伊的反转毋是要满足人的愿望，是爱咱见证常时有敬畏上帝的心。海伦·凯勒是20世纪美国真出名的教育家甲作家。伫伊1岁7个月的时阵，伊破病。1岁7个月破病了后，互伊搁痴迷，搁听无，改变伊的性命，除了听伊的父母以外，就是伊的老师，叫做安妮·苏利文。安妮·苏利文老师，伊本身伊伫8岁时阵就得到一个目睭的病，这个目睭的病，互伊差不多差1点就失明。伊经历过一连串的手术才好去，因为安尼，伊非常会当了解海伦·凯勒遮尔细汉所拄到的困境。根据海伦·凯勒伊的自传，伊安尼写，伊讲伫苏利文老师来到伊的世界进前，迄5冬，伊的世界是黑暗的。伊什么时阵感受到光呢？就是透过号名这项代志，互伊感受到光。伫伊的自传内底是安尼写，伊讲阮缀迄个细条路来到一间河边水边的厝。老师将我的手放伫水坑的下面，当真凉的水对我的手流过，伊伫我另外一只手写“水”这字 ，water， 写 water 这字，然后我徛伫遐，所有的注意力拢放伫我的手。甲伊的手写伫我的手的顶头，然后突然间，我感受到，亲像唤起我迄个已经袂记一个记忆，就安尼，语言的神秘秘密就伫我的目睭前透开，我开始明白，原来水这字就是指我正手所握到的这个流过我的手所流过这个美好的物件，这字唤醒我的灵魂，赐予我光明、希望甲欢喜，互我对安尼开始得到头棒。当我离开的时阵，我满心渴望，我会当继续学习。我摸到的每一项物件，拢有一个名，迄个名，当我转去到，到每一项物件，亲像拢有生命。我用拄拄学习，真心记这一切。
海伦凯勒伊肉体限制，一世人袂捌改变。伊有缘痴迷，伊有缘听无，总是伊的灵魂，伊内在的灵魂，却因为会当为着伊四周围的人物，甲这个世界好名，来得到头棒，甲得到光明。路加福音第1章第66节。刷落去圣经安尼对咱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听见的人拢将这事放伫心里，讲安尼，这个婴仔将来要怎样？因为主的手甲伊伫地，上主的手。亲爱兄弟姊妹，路加伫遮引用上主的手，其实是引用摩西对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迄是对出埃及记第13章第3节。摩西安尼对即群对埃及做奴才，然后受讨棒的以色列人讲：恁着纪念即日，因为恁对埃及地做奴才嫁出来。因为耶和华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对遮出。亲爱兄弟姊妹，当约翰出世了后，伊被号名的迄天所发生的代志所造成的改变，互侪人放伫心内。因相信，因见证到的，这是上帝拯救的手。来到这家，照着这个婴仔号名来改变这家，所以因好奇未来这个婴仔会变做什么人，伊要成就什么款的代志。因为安尼，这个原本唱圣歌队的撒迦利亚就吟唱一条诗歌。来回应这个问题，这个婴仔要成做什么人？所以咱读着刷落去，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69节是安尼写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老爸撒迦利亚就互圣神充满，做先知来讲，着俄罗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罗卜大必的家。撒迦利亚所吟唱的这条歌，真有可能是原本就流行流传伫约翰的学生中间的一首俄勒的诗歌。总是撒迦利亚路加。咧写这个撒迦利亚透过这个吟唱，其实要改变咱注目的焦点。原本咱只有专心看到这个囡仔的出世是遐尼奇妙，遐尼值得欢喜。总是撒迦利亚却透过这首诗歌来提醒咱，上帝才是咱儿女的中心。若无伊，这个囡仔。袂伫众人拢讲无可能的下面内底来出世，若无伊就真会无可能。伊已经施行拯救，这个囡仔出世就证明一切。未来的上帝要透过伊开始上帝拯救。过去人会惊吓，总是伊的拯救要互咱。来脱出惊吓，互咱会当用性用义，无惊来服侍伊。所以免惊，是用圣洁，是上帝看做义的中间来服侍伊。伫这首歌的一开始讲拯救的角，拯救的角其实是出对撒母耳上卷第2章的第10节。这条歌通常拢称作汉娜的歌，
上尾一句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耶和华三子的要受拍碎，伊要对天用雷拍伊。耶和华要审判地的极头，赏赐溃烂，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的角。角是咱看到过去的人看到动物内底上有力的所在，所以迄个角伫旧约内底用角来象征溃烂，特别用角来象征君王的权力。总是这个士官咧对人讲，君王的权出对上帝。山落去，路加福音第1章76节，撒加利亚亲像活当心，伊安尼众人吟唱了讲，咱着学了上帝对无？然后伊亲像活当心看这个婴仔，然后安尼吟唱，伊安尼吟唱讲，咱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婴仔，你也要称作至权的先知，至权的。过去以色列人认为因不配称上帝，直接称呼上帝，所以因会用真多的话术来代替上帝。至权的其实就是因伫诗篇内底，伫最话语内底，上多来自上帝的话语。至权呢，就是指上帝。那安尼，先知咧，先知毋是未卜先知，就是算命先。台湾有一个日本叫做吕正中译本，伊翻译这节翻译做婴仔，你要称做至权的先言者。先知其实原文的意思。较实、较接近先言者，总是先言者无亲像中文啊，较无亲像中文。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所以先知传达的是上帝的话语甲心意。假使上帝讲话，未来必然会发生，所以伊所讲的。就会应验，所以这叫先知预言呐。先知预言毋是表示伊的关联伊外交无，是上帝的关联外交，这还是要紧的代志。所以约翰要成做至权的先知，那安尼伊要做啥物代志呢？路加福音第1章76节，尾段到77节。就拄好讲约翰要成就的代志，咱做伙来读，刷落去这段经节，帮我放下一页，谢谢。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备办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救灾、拯救的恩。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约翰。上帝差遣约翰，要互上帝百姓知影罪、认罪，来得到赦免。伫信仰，伫咱的信仰内底所讲人有罪，原文叫做赦袂着目标。所以意思是指啥物货？咱所讲的罪是讲人离开上帝的路，上帝心意。这叫做罪。不管诗人甲保罗才会安尼讲，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到12节，照所记载讲，拢无义人，连一个也无，无人晓悟，无人找上帝，拢总歪错，三同变做无利益，无有行好的，连半个也无。假使咱若了解明白家己真实的情形，就拢会知影，就会亲像诗人
这是诗人诗篇14篇，以及保罗伊亲身的体悟，讲伫上帝面前，无有一个义人，包括家己。这就是约翰所要做的代志。约翰来要呼吁，互人知影家己离开上帝有偌远。当咱知影咱离开上帝有偌远，咱就会知影家己需要救赎。然后真特别的是，迄条通往上帝的路，行往上帝的路，才会为咱来开。路加福音第1章78节到79节，上尾撒迦利亚是安尼吟唱，伊安尼吟唱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圣神互撒迦利亚吟唱，伊咧对咱讲：虽然咱即群上帝的百姓，就亲像过去的以色列人同款，会经历黑暗、惊吓，甚至毋信，总是至悬的怜悯咱，伊要差遣先知，带咱去到平安的路顶。伫遮的平安就是沙龙，沙龙就亲像咱来到教会内底，看到人的第一句话，我时常笑讲，这叫做暗号。咱会讲啥？平安。总是这个平安无啥共款。这个沙龙的意思是借着罪得到赦免，甲上帝重新起着关系，这叫做沙龙。所以作者路加是咧指一项代志，这种沙龙，甲罗马皇帝该撒所宣布讲罗马和平，完全无同。因为伊所宣称的迄个和平，是用军队甲强权强强压制你，爱同意我，那安尼叫做和平。完全无同的是，这种沙龙是人甲上帝、人甲人、人甲万物，拢恢复美好的关系的沙龙。这种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我嘛要坦白大家讲，毋是人有法度做会到，只有上帝怜悯的心，才有法度帮助咱来做会到。伊要互住伫黑暗死荫的咱，看见光明。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上帝。路加福音第1章80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到上尾的一句，对咱讲：婴仔渐渐大，心神日日勇壮，踮伫旷野，到显明伫以色列的日。经文上尾简单交代这个囡仔婴仔渐渐长大，心神勇壮。有一寡翻译者认为，这句话是咧指这个婴仔个性真刚烈。我唔知大家了解这意思哦，个性真刚烈。伊住伫旷野，就表示约翰的服侍，伫迄个时代，甲人无啥共款。1947年，伫死海的附近一个困难的所在，发现一批古早的圣经。真侪人认为这是耶稣迄个时代爱色尼人所编写甲留落来。一般认为，爱色尼人甲当时专心伫圣殿的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无共款。爱色尼人即群人因认为圣殿内底充满政治的手腕甲虚假的敬拜，
所以因即群人就决定要学迄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退去到旷野，因认为只有伫旷野才会当真实来敬拜上帝。所以，侪人咧约约翰是毋是爱色尼人的领袖？总是这只是约尔。今仔日的咱无法度完全明白。总是真趣味的是，路加咧描述当约翰显明伫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这个显明真趣味，因为原文是委任或是就任的意思哦。原文是安尼哦，就任哦。所以当约翰去到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阵，互大家看见，伊叫做就任啊。这互我想起，伫咱的小会，伫咱的教会最近咧筹划就任礼拜。我会感谢真侪人有关心，并且藏伫祈祷的内底。总是我一直感觉，个人的就任其实并无要紧，并无重要。做一个牧师，上要紧的任务，就是爱伫上帝百姓内底显出伊的荣光。其实这是一个困难的挑战，一个有限有罪的人，完全无可能做会到。总是就亲像撒迦利亚所讲，若无上帝怜悯的心，这项代志完全无法度成就。事实上，我相信在场每一个人，或是伫线顶收看、收听的每一个人拢同款。伫咱出世的时，伫咱听见上帝呼召的时，伫咱互人号名的时，迄个时有可能就是上帝已经敬咱、怜悯咱的时。因为安尼，咱拢需要学亲像约翰，有迄个退去旷野，好好学习，好好灵修，甲上帝斗阵的时间。总是有一天，当咱备办好势，咱就爱出发，互上帝公开任命、显明，互上帝来显明伫伊的百姓的面前。所以不只是我嘛要邀请堂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公开显明伫上帝面前，毋是要成就人的荣耀，目的是要成就上帝的怜悯甲伊的荣光。愿咱所做真正拢合伊旨意，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这个人的性命，你知阮这个人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当阮互人号名，当阮互你呼召，当阮知阮是甚物人，阮的上帝是甚物人的时，你拢伫迄个关键的时刻咧呼召阮。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晓得知影甲你立约的时刻，帮助阮，互阮会晓得知有时阮爱退去旷野，总是当阮伫人甲世间显明的日个时，勇敢站出来，显明上帝你的荣光，要伫这个世间继续出声，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好，咱多谢牧师的正道。这时咱来唱圣诗519首，圣诗519首。
起立。为这个土地，愿诚实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愿谦卑温柔，愿主赐我命，互阮继续地求。愿专业天父上帝，以身可降义，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我心中。愿专业天父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望甲喜乐，永远在我心中。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张碧君执事甲罗建议执事。这时我来报告，伫报告台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摆，请咱来读两摆。甲妖花3年要受拍喙，伊要对天用雷拍伊。妖花要审判地的极头，想事溃力，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者的角。撒母耳记上卷2章10，请。花要受拍喙，伊要对天用雷拍伊。妖花要审判伊的极头，想事溃力，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者的角。撒母耳记2章10。甲妖花3年要受拍喙，伊要对天用雷拍伊。妖花要审判伊地极头，想事溃力，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者的角。撒母耳上卷2章10。这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情形以及奉献请咱家己来看。
假使若有毋对，请向中级来做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9月12日，得胜者伫主日结束了后，要伫701教室来备课，请志刚老师出席，并领取新的制服。下主日，传道部甲圣诞节第2摆的筹备会，请传道部部员以及圣诞节筹备的同工出席。小会消息：接到咱通市政府110年8月19号防疫计划函，预计疫情警戒期间，核准咱教会的室内聚会人数最悬99人。滚动式将各项的聚会指引伫下面，社青、学青、少年团体对本周起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必须要采媒会做，保持社交距离，专程佩戴喙安。假使人数伤过济，就应该调整教室。逐场的聚会结束了后，应该自行将座位切落清气以及消毒，来维持环境的卫生。第2点，其他团契以及主日学大国首长会议了后，再做公布解封的日期。第3点，社区才艺班本年度暂停活动。第4，教会小组以目前各区方式，就线顶读经、祈祷、电话的关怀聚会。第5点，为着人流管控礼拜人数，咱要自行来选择3场的礼拜，上时段游园维持线顶的礼拜。第1场的礼拜是青年礼拜，伫拜六暗时7点开始。第2场华语的礼拜，伫礼拜上午8点开始。第3场台语礼拜，伫礼拜日上午10点开始。进入教会需要专程戴喙安、量体温以及酒精的消毒。一定爱扫 QR code 也是咱用签名拢会使来，咱来看9月26号下晡3点，咱要举行五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室内人数的限制，所以咱只有请现任中职来出席。其会友咱用线顶来参与活动。无需要实体来参与，敬请配合。本会定伫10月初3上午的第2场礼拜，要召开临时好会，要办理中职选举的相关事宜。为着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人流管制，室内集合99人为限。所以临时好会要采取分流管制措施。投票的时间是10月初2拜六7点青年礼拜，10月初3礼拜8点华语礼拜，10点台语礼拜。投票的方式就是伫咱拄则所讲的这个时间到伫咱的迄个分区来报道签名，而且领取选票。投票了后，咱放伫投票箱。长老咱要选2名，执事咱要选6名。开票的时间甲方式伫10月初3台语礼拜牧师
讲道的时截止投票，由直州的长老封存票箱，等书会伫事工报告了后，由小会员伫礼拜堂内即时开票。第四，当选票数需要达出席会员1/2以上才有当选。因为疫情的关系，无要搁煞投票。若有票数共款的时，一律拢当作当选。若无达到应选名额的时，就重缺。来，2021年小会推荐中职候选名单，长老候选人陈为民长老。黄传俊执事，李正义执事。执事候选人是吴文仁执事、苏一玲执事、李正义执事、林富祥执事、陈秋信执事、黄约瑟执事、张春燕执事。咱来看第5点，2022年团契会长的名单，双联团契吴传英长老，夫妇团契林江洲长老，妇女团契伊丽芳姊妹，社青团契黄志辉执事，圣歌队队长陈为民长老，得胜者团契陈素颜执事。消息报告：第一，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对即时开始接受109年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的申請至9月26日中午12點截止。若要申請的同學，請佇頂面的時間內摕相關的資料，向辦公室或者是各班的老師來申請。9月份要開始接受報名授課課程，採上線的上課。要授課的兄弟，歡迎打電話到辦公室聯絡報名。第三，5月份到8月15日的奉獻面試，請攜友咱到佇4樓的公佈欄來看。大島的事項。第一，請為着咱病痛、身體欠安的兄弟來祈禱。第二，請為着吳牧師、張傳道以及咱的新學生林世杰，佇教會的服侍備班來代禱。第三，為着咱同教會牧者、傳道、長職、服侍同工團體團隊的代禱。當面臨迄個疫情環境的改變，至到咱逐項事工計劃的推動頂面，攏需要有機制、有能力、甲有信心，共同來創新的福音宣教的策略，來領人歸主，兄弟來會當共同關心來代禱。第四，咱要為着9月26號，咱吳牧師要就任第10任牧師的授職典禮備班來代禱。第五，請為着10月初2、10月初3中職選舉來代禱。以上報告，請牧師補充。我相信咱即幾禮拜，這禮拜的時陣，咱攏有發現黃東英兄佇咱中間透過瓦恁，帶互咱真水敬拜的過程。伊佇刷落來下拜三要轉去到美國紐約，咱多謝伊佇咱中間的服侍，所以請咱拍撲啊！多謝伊佇咱中間透過琴聲，帶咱做伙敬拜上帝。求上帝也保守帶路，互伊佇美國紐約的即個音樂的工作，以及伊佇遐所做
逐项事工，透过伊手中美妙的音乐，真正带祝福来到伊本身以及伊所影响的人身躯顶头。所以要请咱做伙持续为伊祈祷。咱爱知影伊即逝转来无简单，伊爱先关14天，然后佫有14天佫爱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吼。咱会当看到伊伫咱中间的，伊已经倒来台湾3个月啊，总是看到伊伫咱中间的时间，应该3个月嘛吼，1个月啦吼。所以1个外月吼，咱今日咱看伊几礼拜尔，所以咱感谢伊伫咱中间所带互咱做伙敬拜的美妙的琴声，愿上帝祝福，甲伊做伙伫地。等一下，我嘛要邀请咱大家持续为着风台来祈祷。咱来其实咱莫想过感觉讲加载哦，无来到桃园，爱为着这风台，伊去到去到无共款的所在，求上帝赏赐平安，也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上时上尾，我要邀请咱大家要离开进前，会当做一点仔清消吼，路口有迄个毛巾加次氯胺水，咱会当做一点仔环境的清消，做伙来互咱的环境真正会当清洁。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伊所赏赐的平安日日，互咱赏赐。这是咱来吟上营第391首，上营391首。河洛天顶主宰。吟诗煞，咱要请牧师来替咱祝祷，请咱起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平安的请咱向咱的隔壁请安，愿你平安。